Hello，大家好。鄧老闆啊，係員工受傷咧，嗯僱主係有啲咩責任嘅咧？ ，OK。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啊，咁員工因為因工或者工作期間啦，意外受傷啦，呢啲都算係職業病啦，同埋咁樣就要僱主咧就要負責支付補償㗎啦。受傷咧係要同工作有關啦，咁但係其中嘅定義，大家可以睇翻有個2005年嘅終審法院嘅案件 LKK 同埋汪開聰。僱員嘅工傷索償咧就唔會因為佢原有嘅疾病咧係會受到影響嘅。呢個案件其中一個咧就最大爭議點就係有個僱員受傷，其永久傷殘咧除咗究竟係工傷影響啊，定係原有嘅疾病影響咧？咁法庭咧喺計算有關賠償嘅時候咧，就使唔使扣除原有疾病影響嘅金額咧？咁最後呢單官司就話俾我哋聽咧，五個法官一致裁定咧係唔需要嘅。所以僱主請人嘅時候咧，應該咧就要問清楚員工係咪適合做個工作，有咩其實原有嘅疾病嘅情況啦。咁其實除咗工傷咧，有時候返工都會病啦。咁係咪可以無限期咁樣病一世咧？咁梗係唔得啦。人病咧就唔會無限期嘅。不過咧，一般正式員工咧其實可以累積有薪假啦。員工喺初12個月嘅僱用期間啦，每一個月咧可以累積2日有薪假嘅。其後咧就每個月咧就有4日有薪假。不過有薪假累積咧就最多係120日有薪病假。咁都好多啊嚇。咁病假嘅人工又係點計咧？根據僱傭條例啦，要符合資格，包括即係連續性合約啦，即係每星期連續受僱4個星期，每星期最少18個鐘頭啊。員工係有累積足夠病假啦，有病不少於連續4日啦，出夠醫生紙啦，可以攞翻4/5嘅人工嘅。咁病得耐，僱主可唔可以炒咗個員工㗎？呢個都係一個成日都問嘅問題嚟㗎。除非員工犯下嚴重嘅錯誤啦，可以即時解僱啦，否則咧就僱主咧係唔可以喺有薪病假期間咧就解僱員工嘅。如果唔係隨便解僱員工咧，就反而會被檢控定罪，罰款成10萬蚊都得㗎。僱主咧亦都唔可以簡單咁樣咧話讓員工係長期病患，我就解僱佢。仲可能會違反咧殘疾歧視嘅條例。僱主首先要確定員工咧係咪能夠履行呢個工作嘅要求啦。如果你發覺員工詐病嘅話咧，咁你可以揾律師傾下偈。明白晒。提翻大家，無論咧你係僱主或者係僱員，喺終止僱傭合約嘅時候，都必須俾對方正式嘅預先通知啦，同埋代通知金。另外，遇到工傷意外或者職業病嘅個案咧，職業病死亡嘅個案咧，僱主咧必須喺意外發生之後7日就要同勞工處報告㗎啦。如果係非致命嘅工傷意外個案咧，僱主都係要喺意外之後發生嘅14日向勞工處報告嘅。其實咧，工傷同埋僱員補償處理咧，都係僱主同僱員經常遇到一啲法律嘅問題嘅地方嘅。大家有需要記得揾律師幫手啦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